台中的丰原高中一个高中生呢，长期拢互7个老师甲伊霸凌，落尾伊全行地路。也毋过，这当中有一个牵涉到不当管教的校务处人员，伫咧甲校方调解了后，竟然有通来撤销记过的处分。民代是批评这校方伤过恶质，要求台中市政府得爱严格查办。滥用法律资源，撤销处分，守护孩子，承诺落空。开标语大声话，民代甲政府基金会14开记者会，也出自2023年政经社会台中市丰原高中高级学生登记互7个师长集体霸凌行底路案件，其中一个姓黄学务创新人员不当管教霸凌，经过调查事实，当事人自2024年10月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调解了后，学校竟然同意撤销记过处分，被批评开后门恶例。他的一个诉讼代理人，既然是学校里面的一个校安人员，所以呢，这个校安人员就代表了整个台中市政府的行政体系吗？此例一开之后，我想会造成日后更多的不适任教师会想要去要求，无论是要求、威胁、利诱，去校长去做这样子的调解的会议。今年3月，检察院公布调查报告，认证学校无照规定，在事件发生了后5天内开校事会议，定书明显有疏失，纠正台中市府甲学校。人本批评即马阁压出全国第一霸凌成立、属下和解撤销处分的案例，加速推翻学校教评会、教师中庭委员会等行政调查结果，安怎对全国人民交代？聚会严惩相关的一个学校校长跟行政人员为何做出如此不符合社会正义的一个措施。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姓黄的学务创新人员不当管教是事实，学校向处分定数无下，这原因同意撤销记过处分，而且无保证处分，会调查来严厉处分，未来通令学校甲当事人调解爱报局审查。记者综合报道。